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嘉义阿里山乡的红山村，有一个特殊的景点——花岗水上清。村民利用当地山泉水的碳酸钙质，做出一个又一个金光闪闪的工艺品。 滴水成金，也有当地村民用家己所种的白甘蔗来炼乌糖，乌糖香是传千里，真受游客喜爱。嘉义县阿里山乡的红山风景区有石鼓浜溪、高粱溪、大坑溪等3条溪流汇集，还有一个景点叫花岗水上清。峭壁上有一缸水，一口水从峭壁出来，峭壁出来很特殊，除了只有加食用纸，还有特种的矿物质，所以把那个水滴在茶杯上会结晶，闪光发亮。这条地下溪因为水内面有特殊的矿物质，物件表面若长期累积，就袂输是抹一年的黄金同款。但是它一滴落来时阵它是固定的，你一个月去它洗一届。 对来看天然的艺术品，乌糖嘛是红山的特产之一，有影乡亲会使去行行的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